舊年12月1號，本港女性以非醫學原因只可以雪卵10年嘅限制正式取消。喺生育方面，三高女士係咪更有自主權呢？每一個生理週期，女性只會有一粒成熟嘅卵子排出，而雪卵就係透過藥物刺激，令多個卵泡同時發育成熟，再透過手術抽取卵子，放喺裝有液化氮嘅儲存器冷凍，保存生育能力。卵巢入邊嘅卵子係有一個既定嘅數目，當佢用晒之後咧，個卵巢就會停止運作。女士嚟講，生育嚟講就有呢一個死線喺度。因為我哋如果將嗰個卵子雪咗喺嗰個液化氮嗰個環境入面咧，等佢冬眠咗，鎖定咗佢喺依家呢一個狀態，咁理論上咧，呢一個狀態可以係永久性嘅。截至2024年，本港持牌中心一共儲存咗26,878個卵子，卵子數目比2009年嘅170個大幅增加咗158倍。好多國家或者係地區，包括內地、新加坡同埋美國，都冇自用配子，即係精子、卵子同埋胚胎嘅法定儲存期限。為咗更好體現女性生育自主權，香港嘅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喺舊年12月1號取消咗雪卵10年嘅限制。